大家有冇諗過喺1945年8月嗰短短7日入面，究竟發生咗啲咩事，竟然可以令到當年死不肯降嘅日本瞬間決定無條件投降？如果我哋將時間撥返去1945年8月上旬嗰陣嘅世界戰局，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極度緊張，隨時會全面改寫歷史嘅關鍵時刻。當時喺歐洲戰場，德國喺同一年嘅5月已經正式簽署咗投降書。阿道夫希特拉早喺4月尾就喺柏林嘅地堡入面自殺身亡。歐洲嘅戰火基本上已經熄滅，但係喺亞洲同埋太平洋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烈火依然喺度猛烈咁燒緊。當時嘅大日本帝國雖然已經係強弩之末，海軍主力艦隊幾乎全軍覆沒，商船隊被盟軍嘅潛艇封鎖到，連糧食同戰略物資都運唔返本土。國內嘅大城市日日都面對住美軍轟炸機嘅無情火攻，但係日本軍方嘅高層，特別係陸軍嗰班主戰派，依然死硬到不得了，甚至大喊要實行1億種肉稅，準備同登陸嘅盟軍喺本土決一死戰。當時嘅美國雖然喺太平洋戰場上面節節勝利，由瓜達爾、卡納爾島一路打到塞班島、硫磺島同埋沖繩島，但係每推進一步，付出嘅代價都係慘重到令人心驚肉跳。單單係1945年4月到6月嘅沖繩島戰役，美軍就傷亡咗幾萬人，而日軍同埋當地平民嘅死傷仲要以10萬計。美軍軍方預估，如果真係要執行登陸日本本土嘅奧林匹克行動同埋小皇冠行動，盟軍可能要付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傷亡嘅代價，而日本方面更可能會有幾百萬人死於戰火。就在呢個生死存亡嘅十字路口，美國嘅曼哈頓計劃終於有了成果，成功研製出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原子彈。時間嚟到1945年8月6號，呢一日徹底改變咗人類嘅歷史。當日朝早8點15分，美軍一架叫艾諾拉蓋號嘅 B-29重型轟炸機喺日本廣島市上空580米嘅高度投下咗第一枚用喺實戰嘅原子彈小男孩。喺那一瞬間，一道比太陽仲要亮幾百倍嘅強光閃過，隨之而嚟係高達幾千度嘅超高溫熱浪同埋毀滅性嘅衝擊波。廣島市中心幾公里範圍之內嘅建築物瞬間化為烏有，幾萬人在幾秒鐘之內直接蒸發或者被燒成灰燼，整個城市變成咗活生生嘅人間煉獄。據後嚟嘅統計，當日即場死亡嘅人數就已經超過7萬人，而到了同一年年底，因為核輻射同重傷而死亡嘅人數更加累積到10幾萬人。廣島被摧毀嘅消息傳返去東京嘅大本營，當時嘅日本高層震撼得嚟，竟然仲抱着最後一絲僥倖嘅心理。陸軍嘅某些高層甚至企圖封鎖消息，話呢種武器唔可能咁容易大量製造，美國可能得一枚咁多，甚至質疑呢個究竟係咪真係原子彈。佢哋當時依然寄望喺一個國家身上，嗰個國家就係蘇聯，因為喺當時日本同蘇聯之間仲簽有一份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日本政府一直暗中透過駐莫斯科嘅大使佐藤尚武，不停咁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接觸，希望蘇聯可以出面做調停人，同美英等盟國談判，幫日本爭取一個唔需要無條件投降嘅和平條件，至少要保留日本嘅國體，即係保留天皇制度同埋天皇嘅地位。然而，日本政府嘅呢個想法簡直係天真到極點。當時嘅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早喺同一年2月嘅瓦爾達會議入面，就已經同美國總統羅斯福同埋英國首相丘吉爾達成咗秘密協議。史達林承諾喺歐洲戰事結束之後嘅2到3個月內，蘇聯就會對日本宣戰，出兵攻打喺中國東北嘅日本關東軍。史達林之所以一路同日本拖延時間，只係因為佢需要時間將幾百萬大軍同埋幾千架坦克、飛機透過西伯利亞鐵路源源不絕咁運去遠東地區，做好全面開戰嘅準備。時間嚟到1945年8月8號嘅深夜，莫斯科時間夜晚11點，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召見咗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尚武，正式遞交咗宣戰聲明，宣布由8月9號開始，蘇聯同日本進入戰爭狀態。呢個消息對當時嘅日本政府嚟講，簡直係天塌落嚟一樣，
因為佢哋最後嘅外交希望同埋外交牌喺呢一刻被徹徹底底咁撕碎咗。就在宣戰聲明遞交咗短短幾十個分鐘之後，即係1945年8月9號嘅0:0分，蘇聯嘅150萬大軍分做3個方面軍，從東西北3個方向，以雷霆萬鈞之勢突襲咗中國東北嘅滿洲國同埋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當時號稱太平洋之花嘅日本關東軍，其實精銳部隊早就被抽調去咗太平洋戰場或者本土防守，留喺東北嘅大多係新兵或者裝備落後嘅部隊。面對蘇聯強大嘅裝甲洪流同埋飽經沙場嘅精銳部隊，關東軍嘅防線喺幾日之內就全面崩潰。蘇聯嘅參戰完全打碎咗日本陸軍想利用東北作為最後戰略後方同盟軍拖延時間嘅幻想。就在蘇聯出兵嘅同一日，即係1945年8月9號嘅上午，美軍嘅第二架 B-29轟炸機博斯卡號帶住第二枚原子彈胖子飛向咗日本嘅長崎市。當日上午11:02分，長崎上空再次爆發出毀滅性嘅閃光同埋巨大嘅蘑菇雲，長崎市約有40%嘅建築物被毀，當場死亡人數高達4萬多人，幾萬人受傷。2粒原子彈嘅威力加上蘇聯8萬大軍嘅突襲，形成咗歷史上最完美亦係最殘酷嘅雙重夾擊，將大日本帝國推向咗徹底毀滅嘅邊緣。8月9號呢一日，對於東京嘅日本最高層嚟講，係佢哋人生入面最漫長、最痛苦嘅一日。當日朝早，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喺皇居入面嘅御前會議室召開，出席呢個會議嘅包括當時嘅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外務大臣東鄉茂德、陸軍大臣阿南惟幾、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同埋軍令部總長豐田富武。呢6個人被稱為6巨頭。會議嘅核心議題只有一個：面對波茨坦公告嘅無條件投降要求，日本究竟接受定係唔接受？會議室入面嘅氣氛降到咗冰點，討論過程極度激烈同埋混亂。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同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主張喺確保保留天皇國體嘅唯一條件之下，必須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結束戰爭。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亦都傾向支持這個決定，因為佢知道海軍已經無力再戰。但係以陸軍大臣阿南惟幾為首嘅軍方硬派卻提出了極度苛刻嘅4個條件：第一，必須明確保留天皇國體；第二，日本本土嘅解除武裝必須由日本自己執行；第三，盟軍唔可以在日本本土進行佔領；第四，戰犯嘅審判必須由日本自己處理。阿南惟幾甚至在大會上面大喊：如果盟軍唔同意呢4個條件，日本陸軍寧願同敵人拼到最後一個人，決不投降。6巨頭嘅會議由朝早一直開到下午，又由下午開到夜晚，雙方3對3，形成了死僵局，根本冇辦法達成一致嘅意見。喺當時嘅日本憲政體制之下，如果內閣冇辦法達成一致，內閣就要總辭職。而喺戰爭時期，內閣總辭職就意味住軍方可以組建新內閣，繼續將國家推向戰爭嘅深淵。見到情況已經去到不可挽回嘅地步，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決定打破傳統常規。喺8月9號嘅深夜11點半，鈴木貫太郎安排喺皇居內嘅地下防空洞文庫入面召開咗有昭和天皇裕仁親自出席嘅御前會議。這個防空洞空間狹窄，空氣悶熱，6巨頭同埋幾位樞密院顧問圍坐喺天皇面前。會議一直持續到8月10號嘅凌晨2點，雙方依然爭持不下。阿南惟幾甚至喺天皇面前激動咁流淚，懇求天皇俾陸軍最後一次機會，喺本土決戰入面同美軍一決高下。喺眼見手下大臣無辦法達成共識，國家即將走向毀滅嘅極端時刻，老邁嘅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突然起身，走到昭和天皇面前，恭敬咁請天皇發表意見，請天皇作出一項前所未有嘅決定。呢個舉動喺當時嘅日本政治歷史上面係極度罕見嘅，因為按慣例，天皇通常只係批准內閣已經做咗嘅決定，而唔會直接喺政治紛爭入面表態。昭和天皇清咗清喉嚨，
喺一片死寂嘅防空洞入面開口說話。根據後來嘅會議記錄同埋回憶錄，天皇當時嘅聲音雖然帶有疲態，但係態度非常堅定。天皇表示，佢仔細聽咗支持同反對嘅兩派意見，佢認為繼續將戰爭拖延下去，唔單止會令到日本本土化為焦土，令到幾百萬無辜嘅赤子受苦，更加會導致整個人類文明嘅毀滅。天皇指出，陸軍雖然成日講本土決戰有勝算，但係由過去嘅準備情況嚟睇，陸軍嘅承諾從來都冇實現過，現在根本無能力抵禦美軍嘅登陸。天皇講到，我唔忍心再睇到無辜嘅人民受苦，亦唔想睇到國家滅亡。雖然忍受不可忍受嘅事情極度痛苦，但我決定接受盟國嘅波茨坦公告。當天皇說完呢番話嘅時候，防空洞入面嘅好多大臣，包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都忍不住失聲痛哭。整間屋入面充滿咗哭泣聲同埋嘆息聲。呢個就是歷史上著名嘅第一次天皇聖斷。8月10號嘅清晨，日本外務省立刻透過中立國瑞士同埋瑞典嘅大使館，向美國、英國、中國同埋蘇聯發出咗電報，表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但係附帶咗一個條件，即係呢個公告唔可以包含任何損害天皇陛下作為最高統治者大權嘅要求。美國政府收到呢封電報之後，內部亦都引發咗巨大嘅爭議。當時美國嘅國務卿協調咗各方意見之後，喺8月12號，由美國副國務卿比恩斯草擬咗一份回覆。呢份回覆喺歷史上被稱為比恩斯照會。比恩斯照會入面嘅用字非常精妙，佢寫道：由投降嗰一刻開始，天皇同埋日本政府統治國家嘅權力將會隸屬於盟軍最高司令官。最高司令官將會採取佢認為適當嘅步驟嚟落實投降條件。同時，照會仲提到，日本未來嘅政府形式將會根據日本人民自由表達嘅意願嚟決定。這份比恩斯照會喺8月13號傳返去日本之後，日本軍方嘅強硬派又再掀起咗巨浪。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同埋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等人認為，照會入面講天皇嘅權力要隸屬於盟軍最高司令官，呢個簡直係對天皇權威嘅極大侮辱。代表盟軍根本冇保證保留天皇制度，軍方內部嘅少壯派軍官更加係群情洶湧。佢哋認為政府被美軍騙咗，紛紛聚集喺陸軍省同埋東京嘅各個軍營入面，密謀發動軍事政變，準備包圍皇居。隔離天皇身邊嘅和平派大臣搶走天皇嘅錄音帶，強制將戰爭繼續打落去。8月14號嘅朝早，形勢已經去到咗千鈞一髮嘅地步。東京街頭傳出咗軍隊可能發動政變嘅風聲。陸軍少壯派軍官如把藤、中見義中佐等人已經喺暗中串聯近衛師團嘅軍官。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感覺到，如果再唔作出一決斷，國家將會陷入內戰同埋被盟軍徹底毀滅嘅雙重災難。於是鈴木貫太郎喺8月14號上午10點半再次緊急請求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呢次御前會議同樣喺皇居嘅地下防空洞入面舉行。會議上，阿南惟幾同梅津美治郎再次跪喺地上，請求天皇向盟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盟國明確保證天皇嘅地位，否則決不投降。昭和天皇聽完之後，再次展現咗佢嘅決心。天皇平靜咁講：我已經仔細看過盟國嘅回覆，我覺得回覆入面嘅條件係可以接受嘅。如果我哋繼續打落去，唔單止日本會徹底滅亡，整個人類種族都可能會面臨災難。我明白大家都想為國家犧牲，但我唔可以再睇住幾百萬赤子塗炭生靈。請大家忍受所不能忍受嘅事，協助我重建和平。天皇仲補充話，佢知道軍方同埋民眾可能好難接受呢個現實，佢願意親自去到廣播電台或者錄製一段語音廣播，向全日本嘅國民親自說明呢個決定。這就是第二次天皇聖斷，亦係最終決定日本命運嘅時刻。御前會議結束之後，日本內閣立刻喺8月14號嘅下午召開咗會議，全體閣員正式簽署咗無條件投降嘅詔書，即係歷史上嘅終戰詔書。同日夜晚，日本 NHK 廣播協會嘅錄音人員被秘密帶入皇居嘅政務室。昭和天皇身穿軍服
喺麥克風面前將終戰詔書全文朗讀咗2次，錄製成咗2張黑色的7盤膠刻唱片。呢2張唱片被稱為錄音盤，係預備喺第二日，即係8月15號嘅中午，向全日本同埋全球進行廣播嘅。然而喺8月14號嘅深夜到8月15號嘅清晨，東京發生咗一場驚心動魄嘅軍事政變。呢場政變喺歷史上被稱為宮城事件。當時陸軍省嘅少壯派軍官扒炭中健二中佐、追其二郎中佐等人，眼見投降已成定局，決定孤注一擲。佢哋喺14號深夜偽造咗近衛步兵第1師團長森溝中將嘅命令。喺森溝中將拒絕合作之後，扒炭中健二等人竟然喺師團部直接將森溝中將槍殺同斬首。隨後政變軍官接管咗近衛師團，並以保護皇居為名，派出幾百名武裝士兵佔領咗皇居嘅各個出入口，切斷咗皇居同外界嘅電話線路，並軟禁咗皇居內嘅多名大臣。政變軍官嘅核心目標有2個：第一，出並摧毀藏喺皇居入面嘅錄音盤，阻止投降宣告發布；第二，說服或者脅迫陸軍大臣阿南惟幾，令到整個陸軍起兵響應，推翻鈴木貫太郎內閣，繼續執行本土決戰。喺8月15號凌晨嘅幾個鐘頭入面，政變士兵攞着槍喺皇居嘅宮內廳大樓入面到處搜查，甚至將宮內廳嘅辦公室翻倒到亂七八糟。當時負責保管錄音盤嘅侍從德川義寬等人，將2張錄音盤藏喺咗侍從職務室一個極度隱蔽嘅皮製手提包入面，並喺外面堆滿咗雜物同文件。政變士兵幾次經過嗰間房間，甚至詢問侍從錄音盤嘅下落。侍從們冒住生命危險，硬係咬緊牙關，口風極緊，最終令到政變軍官冇辦法廣播到呢2張決定歷史嘅唱片。同時間，政變軍官亦前往咗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嘅官邸同埋新聞局進行襲擊。幸好鈴木貫太郎提前收到風聲離去，逃過咗一劫，但係佢嘅官邸被政變軍人縱火燒毀。呢場政變嘅生死關鍵最終落在咗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同埋東部軍管區司令官田中正一大將嘅身上。阿南惟幾雖然喺會議上面一直係最強硬嘅主戰派，但他同時亦係一個極度恪守日本武士道同埋天皇權威嘅軍人。當天皇已經做咗2次聖斷之後，阿南惟幾認為臣子絕對唔可以違抗天皇嘅旨意。8月15號凌晨，當政變軍官絆到阿南惟幾，希望佢支持政變嘅時候，阿南惟幾嚴詞拒絕咗佢哋。喺8月15號凌晨5點左右，阿南惟幾喺自己嘅陸軍大臣官邸入面，身穿白色襯衫，面朝皇居方向，執行咗極度殘酷嘅切腹自殺，以此來向天皇謝罪，同時亦用自己嘅死壓制咗陸軍內部可能爆發嘅更大規模叛亂。阿南惟幾喺自殺前留低咗遺言：如以一死，大罪永謝。到了8月15號嘅早晨，東部軍管區司令官田中正一大將親自帶兵進入皇居，接管咗防務，並向近衛師團嘅士兵宣布森溝師團長已經被殺。政變軍官嘅命令係偽造嘅。得知政變已經徹底失敗，天皇廣播不可避免之後，政變嘅主謀下倉健二中佐同追其二郎中佐喺皇居前嘅二重橋廣場上面用手槍同短刀自殺身亡。呢場險屍改變第2次世界大戰結局嘅宮城事件，喺維持咗幾個鐘頭之後，終於被平息咗落嚟。1945年8月15號嘅中午12點正，全日本嘅廣播電台同時播放咗日本國歌《軍之代》。隨後，廣播員以極度莊嚴嘅語調宣布，現在將由天皇陛下親自向全國國民廣播終戰詔書。接着，廣播入面傳出咗昭和天皇裕仁用獨特、高亢且帶有古代宮廷口音嘅學音朗讀嘅語音。由於當時嘅錄音技術有限，再加上廣播信號有雜音，而且天皇使用咗極度晦澀難懂嘅文言體、漢文訓讀體，普通嘅日本民眾喺第一時間，其實好多人都聽唔明白廣播入面具體講咗啲咩。但係當廣播入面出現咗朕深局於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命帝國政府通告美、英、資、蘇4國接受其共同宣言，以及
忍所難忍，耐所難耐，以開萬世之太平。呢幾句關鍵嘅句子之時，全日本嘅民眾同埋士兵終於明白咗一個驚天動地嘅事實：日本打輸咗，戰爭結束咗。喺那瞬間，整個日本本土陷入咗一片死寂，隨之而嚟嘅係全國無數民眾嘅痛哭聲，有人喺街頭跪倒在地，有人面朝皇居方向痛哭流涕，無數嘅日本軍官喺當日選擇咗自殺。同時間喺重慶、喺華盛頓、喺倫敦、喺莫斯科、喺雪梨，當日本無條件投降嘅消息透過電波傳遍全世界嘅時候，整個人類世界陷入咗狂歡嘅海洋。喺紐約嘅時代廣場，幾十萬人湧上街頭慶祝勝利，流落咗著名嘅勝利之吻照片。喺中國嘅重慶，街頭巷尾鞭炮齊鳴，民眾歡呼雀躍，慶祝呢場長達8年、付出咗幾千萬人犧牲嘅抗日戰爭，終於迎嚟咗最終嘅勝利。1945年9月2號，喺停泊喺東京灣嘅美國海軍戰艦密蘇里號嘅甲板上，日本新任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同政府，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正式喺投降書上簽字。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以及代表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等9個受降國嘅代表依次簽名。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傷亡最慘重嘅浩劫，畫上咗最終嘅句號。回看1945年8月9號到8月15號呢短短嘅最後一周，歷史嘅齒輪以一種令人窒息嘅速度喺度轉動。2粒原子彈嘅巨大毀滅力，徹底摧毀咗日本本土嘅防守信心。蘇聯8萬大軍嘅突然參戰，斬斷咗日本最後嘅外交幻想。而昭和天皇喺關鍵時刻嘅2次聖斷，以及和平派大臣喺政變夜嘅驚險堅守，最終阻止咗1億種肉碎嘅悲劇發生。呢7日入面嘅每一個決定、每一封電報，甚至每一次宮廷入面嘅爭執，都深刻咁塑造咗二戰之後嘅世界新秩序，亦都將和平帶返嚟呢個滿目瘡痍嘅地球。